全球21個人口超過1000萬嘅超級城市之中，超過一半位於受地震影響地區。其中，以位於交錯地質斷層線之上嘅東京最為危險。科學家指出，東京地區唔會發生強烈地震嘅機會係0。呢個講法準確到令人心寒。冇幾耐之前發生嘅仙台地震，震央距離東京市中心幾百里，強度高達9級。引發嘅海嘯喺附近地區造成末日式浩劫，超過18000人喪生，多人仍然失蹤。東京亦都難逃一劫，受到強大餘震嘅影響。面對咁大嘅衝擊，呢個全球最先進、效率最高嘅超級城市準備成點呢？地震警報！地震警報！東京所有學校必須定期進行嘅地震演習，突然間變成事實，數以千計嘅學童安全疏散到空曠地方。東京市民積極裝備自己，防禦大自然力量。喺市內各地設立防災學習中心，喺呢類中心可以感受到接近所有大自然災害。由每年為日本帶嚟大量雨水嘅颱風，到地面全面爆發嘅威力，呢個特別建造嘅機械平台，模仿唔同級數地震嘅震動情況。揸住，揸住呢度，好，保護頭部，閂煤氣，唔該開門。係呢段片喺仙台地震幾個月前拍攝，喺東京可以感受到6.4級嘅餘震。呢個係7級地震，睇下會點。真係震得幾犀利！哇，犀利啊！唔係震咁簡單，好得人驚。哇，唔講得笑。停啦！我爬翻出嚟，震到個櫃跌咗落嚟，閂咗煤氣，睇下道門仲可唔可以打得開？好彩仲打得開。如果呢種情況真係發生喺有3000萬人嘅城市，而我又喺地面，得我一個人，家私又加咗箭，我個頭仍然感覺到啲震動。真係好大影響，好似暈船浪或者係飲醉咗酒，好暈。如果喺3000萬人口嘅城市發生，當中又有好多人喺高樓大廈，如果真係發生咗，情況會好得人驚。大家都知道，真係發生咗。東京有接近3000座超過30層高嘅高樓大廈，全部喺建造時有預計咗要抵禦強大地震。呢類傑出嘅工程，大部分都有效。雖然強烈地震令建築物搖晃，但係好少造成實際結構損壞。喺東京只有7個人喪生。呢個建築密集嘅大城市，面對地震重大嘅威脅，作出大規模防震準備。呢度係東京嘅災害管理中心。當然係防震，加上設備齊全，有自己嘅獨立供電系統，以及同外界通訊嘅設備。佢係呢度嘅主管，四方進行，負責東京嘅安全事務，管理呢個大都會嘅官員喺呢度執行佢哋精密策劃嘅應變對策。我哋可以睇到所需嘅資料。有時我會同首相喺中央屏幕對話。
佢哋儲存咗大量物品，好彩今次冇需要用到。副食品預備咗409萬罐，而毛氈就預備咗89萬條。東京甚至日本政府當局都已經準備好。不過呢次地震顯示，高度現代化基礎結構可以冧得幾快，影響之大，由呢個中心嘅死亡預計表可以見得到。我哋估計，如果發生7.3級地震，會造成接近6400人死亡。而家知道死於地震嘅人數可以高出呢個數目好多，但係東京可能已經係全日本甚至全球最有準備嘅都市。一座傲視全城嘅建築物，係呢個超級城市求生計劃嘅核心。仍然未落成嘅東京晴空塔高634米，現時係全球第2高建築。如果或者應該咁講，當有災難發生，呢座廣播塔喺維持通訊方面會起到關鍵作用。但係點樣建造一座高2/3公里，又足以抵禦最強地震嘅高塔呢？工程師嘅做法係取材自日本古代，佢哋借用咗1000年前嘅傳統自塔建築原理。晴空塔同自塔一樣，係由2組獨立元件組成。晴空塔有中央混凝土柱體，四周用鋼材結構環繞。當有地震發生，2座建築分別擺動，理論上互相抵消。而事實上，當東京受強烈餘震影響，呢個防地震設計發揮到作用，建築結構完全冇受損。喺高塔工作嘅500名員工亦都冇受傷。東京嘅規劃同超級科技可能幫到佢哋準備妥當，逃過地震最壞嘅後果。但係大自然威力強大，呢個全球最先進嘅大城市仍然面對無法預計嘅未來。